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但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之9。当期经时，不言不杀，南府杂作山野，密密如也。道路依木，少者培立，中者过，不问答。即华人无知不怒，何须学错？为不如是，即天不佑，心不服，将相欠，不惜有廉也。东番记之9，政治风俗，台文翻译。东番人，台湾人，政治的时，禁止讲话。禁止争斗、相骂、相拍、相抬。查甫、查某伫园外种作，拢点点无咧讲话。伫路人小灯，敢若用眼神咧表示。那当着长辈时代，少年人会细心用脚趾后老大人，让老大人先行先过，一路保持恬静，袂小少问。这个时阵，就算有登山客汉人。大声乌白嚷、乌白骂，东番人嘛袂受气。一直到农作物稻啊、树啊收成，东番人才可恢复原来的本性。因认为，若要安尼做，天公伯啊，未到保庇，神明未祝福，五国朝美等会歹修行。以上内容是由董宏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